吗？很清楚。好，谢谢，感恩。那因为早起修道不必再抛家舍业了，人人都可以得到成道，修道的门槛降低很多，所以弟子呢，求道的弟子们就慢慢的遍及到全世界去了。或者再跳一下，不好意思，那就在师尊就这样子大江南北跑遍了大江南北，为了传道，风尘仆仆。因为中国又幅员广阔所以如果是真正要大开普渡的话，真的是从东跑到西，从南跑到北，很不简单。而且在那个时候有飞机，可是不可能常坐，因为是一笔很大的开销。那所以经常是步行，或者是像图片上是坐的独轮车。可是坐独轮车舒服吗？这个地上也都是泥土地，就是坑坑巴巴、崎岖不平的，坐在上面也完全不舒服。而且在传道的时候，同时还要躲避战乱、躲避战争的枪林弹雨，所以在当时传道的师尊还有前人前贤们，真的是承受很大很大的心理以及生理的压力。那就这样子一边传道一边躲战火，一直到民国34年日本投降之后呢，大道已经普展到全国了。或者听有一个其他单位领管师他说，在当时好像就只有西藏跟新疆这2个省份没有传到，那其他的省份都传到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多么大的能力才能做到，所以呢，就真的是得道者遍布了整个全中国。那师尊也因为这样子，常常的舟车劳顿，而且不眠不休，所以他其实身体已经也因此都积劳成疾没有获得足够的休息，身体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好。那在他59岁那一年，民国36年农历8月初9那一天，他来到了四川的王家塘。在他踏进去这个王家塘的花园的时候，就看到树上有一棵长得很奇怪的花果掉下来。师尊看到这颗怪果掉下来，他心里面顿时就明白了什么。他知道这代表着自己来日不多了。所以而且就从那一天之后，师尊他的病一天一天的加重。那因为师尊他明白自己来日不多，所以他就吩咐弟子在中秋节那一天中午呢，要邀请其他的弟子还有地方的名士一起来聚餐。那在中秋节这一天到，当师尊跟弟子还有其他师生齐聚一堂的时候最后吃饭吃到最后的时候，师尊突然语重心长，他就说：“今日会晤，一日生长；今日孔明伏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师尊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很明白，这个分离的时间即将到了。那他就讲完这句话，他就痛哭失声。那在场的其他人虽然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师尊怎么突然这样子痛哭失声，可是因为师尊哭得很悲伤，所以其他人也都感到非常的